大家好，我係 OT， 我嘅專業領域係音樂表演及教育。2014年，我帶住一支吉他喺大埔隧道口開始咗第一次嘅街頭 busking。4年後，我走上全民造星嘅舞台。雖然20強止步，但係奠定咗我嘅發展方向。嗰陣時，好多人同我講：咁大個人仲追咩夢啊？興趣唔可以當飯食㗎喎。冇錯，以前嘅我就係一個典型嘅 one man band。一個人一支吉他，日曬雨淋，單打獨鬥去揾生意。我以為音樂人呢條路注定只能夠孤單作戰。直到2025年，我加入咗 BNI Robust Chapter。入會第一日，我就收到第一個引薦，而且一路合作到依家。透過 BNI 系統，我唔再係一個人盲目摸索，而係連結咗一群擁有商務思維嘅戰友，由 One Man 蛻變成 One Team。透過會友引薦，我嘅舞台由以前嘅街頭隧道，瞬間擴展到政府大型活動、國際企業。入會短短半年，演出機會多咗1倍，生意額更加增長咗40%。透過業務拜訪，會友啟發咗我嘅經商思維，我哋同頻合作，互相借力。呢群戰友更加啟發咗我，將舞台經驗轉化成企業培訓，甚至建立咗屬於自己嘅音樂中心。喺度，我深刻體會到 Givers Gain 嘅精神。我嘅經歷證明咗，興趣只要揾啱跑道，一樣可以成為事業。夢想只要配合 BNI 嘅強大系統，就可以 from one man to one team。成就彼此。Thank you, Robust. Thank you, BNI, for leading us to fly.